港交所徘徊谷底，究竟係機遇定係危機四伏？港交所00388近期走勢短線谷底徘徊，截至今日4月11日10點07分，最新報價為307.8元，升1元，暫時波動於305.2至310.6元之間。尋日收報306.8元，單日升幅1.72%，但大市氣氛好轉下，表現依然跑輸恒指與科指，令不少投資者感到失望透頂。從技術走勢來睇，港交所短期上升機會雖仍有54%，但整體仍屬偏弱區間。RSI 處於39，反映動能不足，而多條移動平均線 MA10、MA30、MA60 皆在現價上方 ，MACD 保力加通道、一目均衡表等亦仍發出賣出信號，後市能否回穩仍要觀察成交與消息面配合。支持與阻力位方面，短線支持區在288元與251元，亦即不少投資者認為的回看點，上方阻力分別為343元及363元，若無法突破前高，整體反彈或會止步於區間內徘徊。加上目前5日振幅達23%，波幅加劇下更適合短線操作，不利中長期持有者。產品方面，近日不少資金趁波動佈局窩輪牛熊證，表現可圈可點。回顧4月8日的部署，匯豐牛證51666，兩日內升幅23%；摩通牛證60638，亦升22%。認購證方面，匯豐26151，升16%；摩通26432，升21%，證明即使正股乏力，靈活運用槓桿產品仍有操作空間。若你仍看好港交所可見底回升，可留意瑞銀認購證13001及法興認購證13074，兩者行使價同為330.2元，槓桿分別為8.7及8.9倍。法興產品日價及引伸波幅均屬市場最低，價格變動更敏感，適合短炒部署。至於牛證方面，摩通牛證61890及瑞銀牛證63392，收回價同為255元，槓桿分別為5.6及5.4倍，後者日價較低，前者則擁有實際槓桿優勢。若港交所回試288元並獲支持，這類貼價牛證便可考慮趁低分段吸納。看淡部署方面，若你認為港交所再爛都唔出奇，可考慮部署認沽證如匯豐13918或星展13782，行使價約281元，槓桿約6.5倍。星展產品同樣具備最低日價與引伸波幅，適合進取型看淡策略。而熊證方面，瑞銀熊證60970，收回價為360元，實際槓桿達 5.7 倍，適合把握反彈乏力時作空之用。講真，港交所作為港股核心指標股，連升市都跑輸，係咪真係咁差？你又點睇288元再入市呢個位？係黃金吸納區，定只係下跌中計斬？唔好自己估，留言分享下你嘅策略，我哋一齊研究。想睇更多重磅股如港交所嘅產品部署分析，記得緊貼港股窩輪 Jenny，幫你喺波動市揾機會，唔再盲目炒。